靜默主持。現在讓我哋一同有一個安靜嘅時候。首先，我邀請大家合上眼睛，將注意力集中喺你聆聽自己嘅呼吸上邊。你可以留意下你而家嘅呼吸係咪好柔和暢順？如果你感到身體裏邊有一個部分比較緊張，你可以讓佢隨住你嘅呼氣、吸氣嘅節奏去放鬆，感覺一份支持你嘅力量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你可以俾自己一個欣賞嘅感謝訊息。呢個係你嘅生命力嘅流露，佢表現現在你不斷咁樣成長，好努力咁樣奮鬥，不畏懼咁樣去做出取捨，以及不停咁樣為自己補上能量。凡事都可以嘗試，但係只要接受適合嘅東西，進入到去寧靜嘅狀態，集中自己嘅精神，好好咁樣準備自己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我哋開始活在神嘅話語之中。今日我哋靈修嘅經文係約珥書第2章12至到第14節，嗰度咁樣講：耶和華說，雖然如此，你們應當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歸向我。你們要撕裂心腸，不要撕裂衣服，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，因為他有恩典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，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，或者他轉意後悔，留下餘福，就是留下獻給耶和華你們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當人懂得為罪深切咁樣痛悔，深切嘅遺憾，為失敗嘅見證感到羞恥嘅時候，就能夠從禁食、哭泣、悲哀、撕裂衣服等等呢啲外在嘅表現，轉化為內心嘅撕裂、老我嘅破碎，一心一意咁樣追求上帝嘅憐憫，專心誠意咁樣歸向上帝。當生命同埋苦難而未能夠認清上帝嘅意圖同埋目的嘅時候，我哋要好似喺疫情嘅時候，用快速嘅抗原測試去驗證自己嘅屬靈生命係咪已經被感染咗病毒。測試找出我哋係咪嚴肅咁樣去面對罪，係咪仍然存在喺隱而未見嘅罪裏邊。認罪悔改係恢復屬靈健康嘅起步，係重整清潔聖潔心思嘅良心必經之路。現在讓我哋喺信心裏邊禱告，我哋感謝天父喺你裏面，苦難唔會係白白嘅承受。我哋感謝你，讓苦難嘅灼熱將基督嘅心深深咁樣烙印喺我哋嘅心上，叫我哋以基督嘅心為心，喺困苦難處嘅煎熬之中，求主幫助我哋去除我哋嘅膽怯、憂慮、苦毒同埋傲慢呢一類嘅雜質，
喺聖靈復興嘅火熱中，幫助我哋提煉出更清純、剛強、仁愛同埋謹慎嘅心。我哋感恩嘅禱告，乃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，誠心所願。與聖徒相通，我哋思想下撕裂教會為主帶來嘅羞辱。弟兄姊妹真誠咁樣彼此相愛，就係將一片又一片撕裂嘅布塊縫合在一起，成為咗皮套，放入愛心嘅棉花，便為心靈被撕裂嘅人帶嚟溫暖。願我哋都喺遇苦其中學習，多啲關顧主內嘅弟兄姊妹，為佢哋帶來溫暖。向世人作見證。喺另一方面，我哋作為基督徒點樣可以喺患難之中仍然喜喜樂樂、歡歡喜喜呢？因為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。當我哋喺患難中仍然有美好見證，就能夠讓人睇到上帝嘅大能。服侍他人，基督徒作事唔會分世俗或者神聖，時時都存住為主做嘅心態，就可以顯出忠心嘅誠實，盡心盡力咁樣為主而作，絕對唔會敷衍失責，叫主蒙羞。主喺曠野面對40日嘅生命挑戰，今日我哋又能否喺身體同埋思想中學習放低，進入簡樸，為心靈騰出一啲空間，踏上啲40日嘅心靈之旅，經歷更新同埋蛻變呢？喺呢一刻都邀請你為主獻上一個嘅禱告。